而家嘅節目係奇妙的救恩，歡迎你哋收聽。喺路加福音第23章第33節同埋34節，到了一個地方，名叫髑髏地，就在那裏把耶穌釘在十字架上，又釘了兩個犯人，一個在左邊，一個在右邊。當下耶穌說：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呢句說話係當人將耶穌釘落十字架嘅時候，耶穌所講嘅頭一句說話。耶穌話：父啊，赦免佢哋，因為佢哋所做嘅，佢哋唔曉得。呢一班人就係釘耶穌嗰一班人，就係話釘佢落十字架，釘佢落十字架，除掉佢呢一班人。但係耶穌竟然在最收尾喺十字架受痛苦將近死，耶穌都為佢哋在神嘅面前呼求，求神赦免佢哋嘅罪，因為佢哋所做嘅，佢哋無知唔曉得。呢個係何等奇妙嘅饒恕，係何等奇妙嘅赦免。呢個係真實嘅赦免，亦係徹底嘅赦免，亦係永遠嘅赦免。所有嘅赦免在主耶穌嗰處都係徹徹底底嘅。赦免呢兩個字裏邊有忘記嗰個意思在其中，即係唔再記得噶，唔再挖翻出嚟。我哋人就唔係，我哋饒恕一個人，有時係我哋嘅口饒恕，但係我哋嘅心冇真正饒恕人。有時我哋一世都記得住，但係神嘅赦免唔係，係徹底嘅。神一赦免之後就唔再提，永遠都忘記咗嘅。所以有人話神係最好記性嘅，冇錯，但係神亦係最冇記性嘅。當佢赦免咗人嘅罪嘅時候，神就唔再記得人所犯過罪。呢個係好徹底、好有福嘅一個消息。當耶穌釘落十字架嘅時候，第一句就話赦免佢哋，因為佢哋所做嘅無知。冇錯，耶穌釘落十字架就為着赦免。所以當耶穌一上十字架嘅時候，耶穌就第一句話就求父赦免嗰啲釘佢落十字架，唔要佢、反對佢呢啲世界嘅人。耶穌嚟到世界就係為着拯救罪人。耶穌死喺十字架上就完成救罪人嗰個救法。今日人同神之間一個最大嘅難處就係話人嘅罪阻擋咗我哋同神嘅關係，以至到神嘅生命冇辦法臨到我哋，神嘅福氣亦冇辦法臨到我哋。我哋只有等候咒詛同埋永遠嘅死亡。所以神將主耶穌打發嚟世界，完成嗰個救恩，成就嗰個救恩，係藉着十字架，就係藉着死流出寶血，咁嚟赦免我哋嘅罪，用神兒子嘅生命嚟到代替罪人嘅生命，世人嘅罪得赦免。所以十字架係一個赦免嘅記號嚟。嗰處有十字架，就講主耶穌釘落十字架呢件事。我哋提到十字架呢，就係
包括主耶穌釘落十字架嗰件事。十字架本身冇咩用，不過係橫直嘅兩根木頭。但係當主釘落去嘅時候，咁呢個十字架就成為一個非常有意義嘅十字架。所以我哋講到十字架就係講主所釘十字架嗰件事，亦即係講到神嘅救恩，亦即係提到嗰個福音。所以十字架呢係一個赦免嘅記號嚟。當我哋講到主耶穌嘅十字架，我哋就知道喺佢嗰處有真正嘅赦免。呢個講道嘅人，當佢未曾俾主救到之先，佢都係罪大惡極嘅一個，真係敗壞中又敗壞嘅一個。但係有一次，主係咁將佢帶到十字架嘅底下，就喺嗰處得着永遠嘅赦免。喺佢嘅身上就有咗一個記號，嗰個係十字架嘅記號，亦都係赦免嘅記號。我要話將來人在神嘅家之中見主做神嘅兒女嘅人，喺佢身上真係有一個十字架嘅記號，就係話有一個赦免嘅記號。呢個記號呢，係我嘅主也曾用佢嘅生命流過佢嘅血，咁嚟到印喺我哋身上。就話我哋以前好多嘅罪，但係因着主嘅血，因着主嘅死，因着主嘅代替，因着主釘落十字架，我哋今日已經得着潔淨。所以主耶穌釘落十字架係一個赦免嘅一個記號嚟。當我哋嘅罪冇辦法除去，唯一嘅方法就係走到神嘅兒子耶穌嘅面前，走到十字架嘅底下，呼求主嘅拯救，接受呢個救恩，咁我哋嘅罪就一定得到完全嘅赦免。無論你嘅罪好似丹顏，好似朱紅，亦都潔白如雪，超乎羊毛。無論你嘅罪幾污穢、幾多、幾厲害，但係在十字架嘅底下，所有嘅罪人嘅罪都得着赦免。所以十字架係一個赦免嘅記號，係主為我哋死，咁嚟赦免我哋嘅罪。十字架又係一個赦免代贖嘅一件好寶貝嘅見證，或者講得更清楚，十字架係赦免嘅贖價嚟。人嘅罪得着赦免，必須付出贖價。譬如一個囚犯定咗10年嘅監禁，佢要除去呢一個罪咧，佢必須要付出10年嘅時間喺監牢裏邊。但係當佢釋放嘅時候，佢嘅罪就完全得赦免。我哋嘅罪今日得着赦免，係我嘅主付出咗一個極重極重嘅代價，就係佢自己嘅生命，神兒子嘅生命。唔單止咁，喺嗰處佢受盡咗罪嘅報應，就係死亡。喺嗰處佢受盡咗神公義對罪嘅刑罰同埋審判。因此我哋嘅救主釘落十字架，係付出一個極重嘅代價嚟到使我哋嘅罪得赦。當我哋睇到我嘅主釘喺十字架上，我哋就知道我哋嘅罪得赦。如果我哋信靠佢，如果呢個十字架冇咗主，呢個十字架係冇意義嘅，呢個十字架亦冇赦免嘅能力，因為主冇將佢嘅生命付出嚟到做罪人嘅贖價。所以十字架係赦免嘅一個贖價嚟，十字架亦係一個赦免嘅根據。神點解要赦免我哋嘅罪呢？因為喺十字架上，神嘅兒子已經被釘喺個樹，神嘅仔已經替我哋死，流出佢嘅寶血。神嘅仔已經為我哋承受咗罪人應受嘅審判同埋刑罰。所以十字架係神赦免我哋罪人嘅一個根據。神不能隨便赦免我哋嘅罪，但係當佢睇到我哋身上有十字架嘅記號，就係主寶血嘅記號，就係話我哋呢啲信靠主耶穌嘅人，咁樣神就必定赦免。但係神赦免唔係因為我哋有好行為，
神赦免我哋嘅罪，塗抹我哋嘅過犯，唔係因為我哋有咩嘅善行，係完全因為主在十字架上為我哋死流血贖罪，所以十字架係神赦免嘅根據。神根據十字架公義嘅要求，主將生命血為我哋罪人付出，還咗我哋嘅罪債，知道我哋呢個罪人嘅罪就得到解決，我哋就唔使再滅亡。所以十字架係神赦免罪人嘅根據，十字架又係神赦免人嘅唯一嘅方法。除咗呢個方法之外，冇第二個方法。十字架永遠係我嘅榮耀，因為我嘅主喺嗰處釘，我因為咁嘅緣故，我嘅罪得赦免，救我脫離永遠嘅死亡，俾我能夠有永遠嘅生命。十字架係唯一赦免嘅方法。人如果唔走到十字架嘅底下，呼求嗰一位釘落十字架嘅救主耶穌，人係絕對冇辦法得着佢嘅罪嘅赦免。我哋要與神和好，係靠賴十字架，係藉着十字架，透過我嘅主，人得着赦免，係藉着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十字架係我嘅主已經將佢嘅血流出嚟，我哋可以因信靠佢，能夠得到。十字架又係一個赦免嘅路，除咗呢條路之外，冇第二條。人信靠主耶穌，人嘅罪就得赦；人信靠主耶穌，人一切嘅過犯就塗抹，人就不致滅亡，因為主在十字架上已經替我哋死，還清咗我哋嘅債。所以十字架係赦免嘅一個寶貝嘅記號。當我哋信靠主耶穌嘅時候，我哋所有嘅罪就得以塗抹。所以你當趕快嚟接納耶穌做救主，罪人啊，趕快嚟接納耶穌做救主。各位聽眾，奇妙的救恩今日就播到呢一度。